警方又搁查到有大海老师有银行的常理有计共有6个人，因为投资诈骗损失将近6000万，嘛已经抓到7个嫌犯，也毋过主嫌阁还未抓到，目前嘛敢若查扣2000多万。警方是搁继续在侦办，受害人数嘛有可能会搁增加。几啊群1000块的台票，都要靠点钱机来清点，才会当把这个金额算好清楚。警方查扣的现金加上加币货币，加的总计有超过2000万。这些全部拢是诈骗集团为百姓手头骗来的辛苦钱。嫌犯拍伫涂骹，去互扣手铐超身躯。这波搜查的行动，伫这个不法集团内底，职务相关的已经被甲总收水手。警方甚至专程看到这顶下手的嫌犯，伫交现金的过程。在执行具体的当天那个诈骗集团成员还在车上大大的在收取现金，也同步在所有嫌犯的家中查扣现金以及那个虚拟货币。这个受害者即开始踏到典型假投资诈骗的陷阱，伫社群平台或者是交朋友的软体，去互诈骗集团锁定，进一步加入起来的群组。骗人来投资的项目是真侪种，无论股票、机会、甲外汇拢有。警方已经接到有大学的老师、市场的贩仔、银行的商理等人受害，故事报案的6个人，损失的总金额都要到6000万。其实透过警察的一个宣导以及行库的一个拦阻，事实上来讲效果有限。我还是要麻烦这位大众的这些家庭成员持续去了解自己的家人是不是有受骗的情形。即届抓到7个人到案，以诈欺甲洗钱等罪嫌以上。不过涉案的诈骗集团目前还未一网打尽，警方嘛会继续来追查，而且无排除目前知影的受害者，敢若是一部分，人数可能会阁加悬。记者综合报道。